台北市大理高中有一个公民课的老师，请新生就爱写自我介绍表，说爱写政治立场加宗教等等的个人文书，引起家长的不满。学校是解说讲呢，这介绍表是老师设计，会甲囡仔这部分呢，甲回收回来，而且全部毁掉。那教育局是强调讲，会请学校避免收集和教学无关系个人文书。伫教学的现场，为着避免争议，一寡较敏感的议题，亲像宗教甲政治，上课较袂去讲到。不过，台北市大理高中新生自我介绍的表格内底，内容煞爱写有关政治的立场、甲宗教等等文书的问题，引起家长的不满。学校讲是一个公民老师为着课程的需求来做调查，不过这无符合规定。老师觉得他在班上发这个调查表的同时，他有跟孩子做了很完整的说明，但是这样的说明是不是100%让同学们都能够理解？跟家长的转达是不是能够100%的转达？这个都会有一些沟通上的落差。学校表示，确实有2个班收到这个表格，已经紧急回收，而伊会伫上课的时阵销毁。教育局介入调查了后，嘛甲这个老师讲，未来设计表格都要考虑较周至，嘛要符合各自法的规范。教育局通函也会函请各个学校对于学生资料的收集应该更加的一个谨慎，要符合教学及辅导的目的，并保持教育中立的立场，避免收集涉及学生隐私的内容。教育局指出，学校收集资料进程大部分拢会说明使用的目的，因为有的学生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较无愿意写爸母的资讯，或者是较无爱写生理的性别，因为学务运作的需求。学校一般敢若会保留学生的生日、身份证号码、甲紧急联络者的资料，其他的资料未强迫学生都爱写。本质上就是比例原则。我们为什么需要收集这样的资料？我的手段如果会侵害学生的比例大于最后会达到目的，那这个资料本身的收集就不太适合了。我们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教学需求的话，是完全可以透过课堂讨论的方式或其他比较开放的环境引导进行。青年团体认为，讲这个事件是伫咧写的内容，无甲学生先沟通好势，而且保密的工作若无做好，就会对学生造成侵害。家长团体佮教评认为讲，为了避免相关的争议，这调查若毋是学生自愿的，嘛无家长的同意，就无应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